你敢有感觉加给比同龄的朋友，叫疲劳。明明困足8点钟，煞有是腰酸背疼，精神无好。你敢有发现加给的皮肤开始出现细纹，记性愈来愈歹，有时载会忘记，物件抗住驼位。我是陈医师，行医超过30年，我欲供你讲一个真严重的代志，你的身体内底这马进行仅一个无声无息的战争，体内正在燃烧一把无声的大火。这把火若无供医熄掉，会害你老化的速度比别人较紧，甚至会引起失智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。但是莫惊，我今择日欲供你分享一个真简单的方法，只要14功，你就会当感受着身体的改变。这个方法是对科学研究来的，已经帮助针剂人重新问转，健康革活力。勿过一定要听到最后，不然会加速老化，甚至失智。因为我发现针剂人之瘾，一寡片段的资讯，勿知瘾完整的方法，结果反而害助加给。莫忘记订阅咱的频道，隔开通知来接收上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欲知瘾，你敢有列追踪这个影片。若是你感觉这个内容有帮赞，请助留言区拍1，若无，请拍0。我住诊间，看过针剂病人印的正头，看起来无啥物，勿过身体已经住慢性发炎的状态矣。你知瘾无？这种慢性发炎就倾向一个警报器，坏去无停联想，会害你的身体一直住紧张的状态。咱先来了解啥物是发炎。发炎其实有2种，急性发炎和慢性发炎。急性发炎是好的，比如说你的手破皮，身体会派白血球去修复，伤口会红肿，这是正常的。勿过慢性发炎就无同矣，依旧倾向火，警报器坏掉，无停响起。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inflammaging， 就是发炎性衰老，意思是讲长期的慢性发炎会害咱老化的速度变较紧，你的身体就倾向一台车。急性发炎是车子受伤了后的修理过程，正常的。无过慢性发炎就是引擎一直过热，无停列损坏，最后整台车就会坏去。这种慢性发炎真歹发现，因为一无明显的症头，勿过一会慢慢子影响你的每一个器官，你可能会感觉疲劳，皮肤无弹性，记忆力退化。勿过你可能认为这是老化的正常现象。事实上，针剂研究显示，慢性发炎是引起老化、失智、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好消息是，咱会当透过饮食来控制慢性发炎与身体恢复健康的状态。慢性发炎对咱的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损害。我供你详细说明。第一，皮肤方面，慢性发炎会分解胶原蛋白，害你的皮肤失去弹性，提早出现皱纹。你敢有注意主有意，寡人明明年纪无大，勿过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较老，这就是慢性发炎的结果。第二，体重控制，慢性发炎会影响你的新陈代谢，害肚子上的游泳圈甩不掉。针剂人食无忌，勿过体重就是减无落去，问题就注遮。第三，免疫系统，慢性发炎会害你的免疫力降低，容易感冒生病，而且病好了后嘛，叫无元气。第四，上严重的是大脑功能，慢性发炎会影响脑细胞，害记忆退化，甚至增加失智的风险。根据研究显示，慢性发炎的人得着失智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出5倍。第五，心血管疾病，发炎会害血管硬化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统计显示，有慢性发炎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40%。第六，糖尿病，慢性发炎会影响胰岛素的功能，害血糖控制无好，
最后变成糖尿病。第七，癌症风险，长期的发炎状太会损害 DNA， 增加细胞病变的可能性，进而提高癌症的风险。你看，慢性发炎影响的无只是一个器官，是全身上下拢会受着影响，勿过莫惊。接落来，我预供你讲一个好消息。2013年，美国有一个真重要的研究，研究对象是非洲裔美国人和南非乡村居民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非洲乡村居民虽然生活条件无瑕好，勿过硬的大肠癌发生率比美国人低。针剂，研究人员就供2群人的饮食内容互相交换，14公结果真惊人，使美式饮食的非洲人体内发炎指数明显上升，勿过使非洲传统饮食的美国人发炎指数明显下降。特别是2个重要的发炎指标 IL-6 和 TNF-alpha 拢有显著的改善。IL-6 降低了 25%， TNF-alpha 降低了 30%。这表示讲，透过改变饮食，咱真正会当助短时间内改善身体的发炎状态。而且这个改变无需要食药，无需要特殊的治疗，只要改变食物的选择就好。研究也发现，免疫系统的功能有明显提升，肠道的好菌增加，身体的自愈能力也增强。这个研究与我真大的启发，原来饮食对身体发炎的影响这儿大。从彼时开始，我就开始住我的诊，所建议病人改变饮食习惯，结果真正有真好的效果。14公，只要14公，你就会当开始感受着身体的改变。勿过爱之饮正确的方法才有效。我欲供你讲一个真感人的故事。陈爱玲女士，68岁，台中人，是我的一个病人。爱玲阿姨来看我的实证，一已经是高血压的药食5年矣，血糖嘛开始偏高，医生讲一有前期糖尿病。一供我讲，陈医师，我每公拢真疲劳，明明无做啥物，无过就是无力，而且记忆力愈来愈歹，有时载会忘记关瓦斯。医的药袋内底有针剂、肿药、血压药、降血糖药、维他命，勿过身体的状况无改善，甚至愈来愈歹。医供我讲，我真经我会变成家人的负担。我就建议医师看密改变饮食的方法。头1个月，医真怀疑陈医师食物真正有这儿神奇吗？无过因为信任我，医就愿意试看密。3个月了后，爱玲阿姨隔来看我的实证，我嘛差不多认无医矣。医的面色较红润，精神较好，行路嘛较有力。上重要的是，医的血压开始稳定，血糖嘛控制着较好。医供我讲，陈医师，我现在每公早起，拢无暇疲劳矣，记忆力嘛有改善。我的查某儿讲，我的皮肤看起来叫幼咪，人嘛叫有元气。爱玲阿姨的成功与我确信，正确的抗炎饮食真正会当改变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医现在已经减少1半的药物，而且持续进步中。你敢想玉清像爱玲阿姨案呢？重新问转健康革活力，接落来我欲供你详细说明这个方法的科学原理。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你的血液就倾向高速公路，血糖就倾向车流。当你是精致淀粉倾向白米饭、白面包的实证，血糖会随时上升，就倾向高速公路，突然涌入针剂车辆，造成塞车，身体未足处理。这个状况会释放针剂发炎物质，就倾向派警察来处理塞车。无过，若是你食抗性淀粉，倾向青椒、地瓜的实证，血糖上升的速度较慢、较平稳，就倾向车流顺畅，无需要派遮剂警察。隔来讲益生菌，咱的肠道就倾向一个花园，好菌就是好的植物，歹菌就是杂草。
当你发酵食品倾向泡菜、优格的实证，就是裂胶水鱼好的植物，语印生长较好，自然就会压制杂草的生长。肠道内底70%的免疫细胞，所以肠道健康，免疫力就好，发炎的状况就会减少。深绿色蔬菜内底有针剂、抗氧化物质，就倾向身体的灭火器，会当吸掉发炎的火。十字花科蔬菜倾向花椰菜，内底有萝卜硫素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炎物质。豆类内底有多酚镉纤维、多酚会当，直接减少发炎。纤维会当喂饱肠道的好菌，这就是为杂物简单的食物改变，会产生这儿大的效果。现在我预供你介绍5种上有效的抗炎食物，这5种食物会当助14宫内底，与你感受着明显的改变。第一种，青椒格地瓜。青椒格地瓜内底有丰富的抗性淀粉，抗性淀粉无会助小肠消化，会直接送到大肠去喂饱好菌。好菌食住抗性淀粉了后，会产生短链脂肪酸，这是真有效的抗炎物质。建议你1个礼拜至少300共白米饭，换作蒸地瓜，或者是助早餐加1支青椒。第二种，豆浆格豆类。豆类是植物性蛋白质的好来源，而且内底有针剂、多酚镉纤维、多酚会，当直接对抗自由基，减少细胞的氧化伤害。每公1杯无糖豆浆，或者是1个礼拜至少食300豆类，倾向红豆、绿豆、黄豆，就会当提供身体需要的抗炎养分。第三种，地瓜、叶格菠菜。深绿色蔬菜是抗炎营养素的宝库，内底有维生素 A、C、E 以及叶绿素、隔叶酸，这寡营养素会当修复受损的细胞，提升免疫力。每公至少爱食1盘深绿色蔬菜，上好是生食或者是轻微烫一下，保留上剂的营养素。第四种，绿花椰菜、格高丽菜。十字花科蔬菜内底有一种特殊的化合物，叫做萝卜硫素，这是自然界上有效的抗炎物质之一。研究显示，萝卜硫素会当活化身体的解毒机制，清除有害的发炎物质。1个礼拜至少12到300十字花科蔬菜，而且上好是轻微汆烫就好。无通煮虾酒。第5种，泡菜格优格。发酵食品是补充益生菌上好的来源，益生菌会当改善肠道环境，增强免疫力，直接减少全身的发炎反应。选择无糖的优格，或者是传统做法的泡菜，每公是1寡仔，持续2个礼拜，就会感受着肠胃功能的改善。记住，这5种食物，无是爱依次食针剂，是爱均衡的加入你的日常饮食中，14天见效。勿过爱，有耐心，与身体有时间式因格改变。现在我与你一个真简单的实践清单，照步来行就会有效果。第1步，淀粉替换计划。1个礼拜内底至少有1餐共白米饭，换作蒸地瓜。若是你平常食面包，会当是看蜜食地瓜或者是青椒来代替。记住，无是完全无通食淀粉，是爱选择较好的淀粉。第2步，每餐绿色蔬菜。每一餐拢爱有一道深绿色蔬菜，无论是地瓜叶、菠菜、A 菜或者是芥菜，拢蒸好。上简单的方法就是汆烫了后，加1寡麻油，隔蒜头。第3步，下午茶改变。下午若是会饥饿，无通格食饼、前格糖果，换作无糖优格，配1寡坚果，或者是11支青椒，这样会当稳定血糖，格会当补充好的营养素。第4步，豆类摄取。1个礼拜内底至少爱有300食豆类，会当是早餐的豆浆、中餐的红豆汤，或者是午晚的绿豆汤。豆类会当提供植物性蛋白、质镉纤维。第5步，
发酵食品习惯。每公食1寡仔发酵食品倾向泡菜、优格或者是纳豆，开始的时正会当时较少，与肠胃慢慢载是因。记住改变爱，循序渐进，无通一下载，全部改变，身体才会当接受。我隔欲供你分享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，王志辉先生，63岁，高雄人。志辉伯来看我的实证，1的胆固醇甄选3酸甘油酯嘛，超过正常值针剂。医供我讲，陈医师，我每公困到半眠就会，醒来了后就困无去矣，隔公就真疲劳。1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，平常的饮食就是一般的台湾菜，白米饭、肉类，少量蔬菜。1的太太真烦恼，因为医生讲爱开始时要控制血脂，误过志辉伯真无愿意，我就建议硬是看密饮食调整的方法。头1个月，1的太太真用心，每公照我的建议准备食物，地瓜代替部分白米，每餐笼有深绿色蔬菜，下午时无糖，优格配坚果。志辉伯一开始真无习惯，一讲这寡食物无啥味道，我时无乐趣。误过1的太太真有耐心，慢慢宰掉整料理的方式，加一寡天然的香料，格调味。3个月了后，志辉伯隔来追踪检查的实证，结果与所有人拢真惊讶。1的胆固醇对240降到193，酸甘油酯对320降到180，拢已经接近正常值矣。上重要的是1的睡眠品质明显改善。医供我讲，陈医师，我现在困到天光，隔公精神真好，而且体重嘛减割5公斤。志辉伯的成功证明，年纪较大的人嘛，会当透过饮食改善健康状况。1现在已经无需要食降血脂的药，而且持续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。你敢想玉清像志辉伯案呢，自然的改善身体的健康指标。食物可以是毒药，也可以是良药，选择全住你的手中。记住，健康的改变无需要一下载做真大的牺牲，小小的调整，坚持落去，就会有惊人的效果。艾琳阿姨隔志辉伯的故事证明，无论年龄，拢来恢复改变。若是你感觉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订阅咱的频道，与庚纪人会。当看着这个重要的资讯嘛，请你分享与你的父母亲友，因为健康世上宝贵的礼物。愿你和你的家人拢会，当享受健康活力的生活，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祝你健康长寿，咱下一集隔见。